国际上要紧来看，中国海警局15开始实施新的规定，要扩大因的海权，让中国的海警会当拘留涉嫌入侵争议海域的外籍人士。新的法规拄啊施行，中国的海警就指控菲律宾的渔民甲渔船伫仁爱岛附近的海域接近中国的船个烧弄。菲律宾是表示，这拢是中国咧乌白纸，嘛烦恼中国海警的行为会互南海的局势愈来愈紧张。 中国海警船甲菲律宾渔船常常伫南海发生纠纷。这个月15开始，中国海警局开始实施2021年通过的法律，扩大中国海警执法的权利。新制度实施无够2天，中国海警17就发出声明，表示对进入南沙群岛仁爱岛附近海域的菲律宾一只运补船采取管制措施。This new procedure, this new regulation is not some specific anti-Philippine arrangement. It's a very common practice all over the world. 中国海警的新规定，允准海警在无经过审判之下，地当拘留涉嫌侵入争议海域的外国人士上长60天，嘛允准海警在管理的海域内底对外国船只用致命的武力。 虽然菲律宾知影中国的新规定特别上路，不过菲律宾的军事首长有关敦促菲律宾渔民继续在南海专属的经济区掠鱼啊。相关的船只17发生烧弄了后，中国海警表示是菲律宾运补船歪插中国海警的警告，用无专业的方式调降危险接近中国正常咧行的船只，才发生烧弄。They are disguised fishermen. They are paramilitary forces, and actually. For my opinion, these organized fishing affairs are somehow like the riot in the sea. 对于中国的指控，菲律宾武装部队公共事务办公室反驳，表示中国海警对菲律宾船只采取野蛮甲无人道的做法，无同意中国有欺骗性甲互人误会讲法，也毋过嘛未说明菲律宾补给进步的细节。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嘛烦恼，中国海警的新规定会有关南海的紧张情势。菲律宾已经伫15向联合国递交申请，讲有权确定因大陆坪的外部界限到西部的巴拉望岛外海350海里，这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允准的上大范围。讲是新闻台上朋友。